拍拖最攞命嘅，從來都唔係炒大鑊，而係佢當你係空氣。你問佢做咩啊？係咪唔開心啊？佢會冷淡答你冇嘢。咁樣答點會冇嘢啊？但你越想氹佢，越想問清楚，佢就越係尖牙高色，最後已讀不回。心理學叫做情感忽視，即係冷暴力。今日我哋就嚟拆解冷暴力背後嘅真相。點解你越逼佢，佢反而越縮？而八字命格又點樣睇得出佢有冇呢一個傾向？大家好，我係 KK 師傅，我係 IG 經營愛情玄學諮詢服務，處理過無數分手、出軌同復合 case。呢個 channel 會結合玄學心理學，俾最實用嘅愛情建議你。中意嘅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啦。好多人以為另一半玩冷暴力係一種有心嘅報復，或者想逼你講分手。但係美國婚姻心理學家 Shirley Glass 嘅 Not Just Friends 入邊講到一個概念，叫做破壞式互動模式。佢話每一對夫婦或者情侶都會發展出自己獨特嘅溝通相處模式，其中最常見亦係最攞命嘅叫做追逐者同逃避者嘅模式。當關係出現矛盾，有一方會主動追問，想即刻解決問題，呢一個叫追逐者；另一個會選擇迴避沉默，呢一個係逃避者。冷暴力就係逃避者嘅反應。逃避者選擇沉默，唔係因為唔愛你，係因為佢哋唔知點樣處理強烈嘅情緒衝突。佢嘅沉默係一種自我保護機制，佢驚自己一開口，情況就會更加失控，所以佢就選擇收埋自己。呢一種逃避模式，除咗自身性格之外，好多時係由原生家庭帶嚟嘅。如果一個人喺細個嘅時候見到爸爸媽媽用沉默嘅方式去處理衝突，佢哋係會有樣學樣。冷暴力唔係武器，而係一個唔識處理情緒嘅人本能上開咗自我保護機制。明白咗冷暴力嘅根源，我哋再講下呢一個模式點解咁難打破。因為追逐者同逃避者根本係一個死亡嘅螺旋。做追逐者嗰一個越係逼得緊，逃避者越係覺得唞唔到氣，越想縮。當追逐者越嚟越激動，越嚟越想追問，行為就好似一個好憤怒嘅家長，質問、指責、要求解釋；而逃避者就會越嚟越似一個被鬧嘅小朋友，瑟縮一角唔出聲。你見到另一半收工翻嚟黑口黑面，你問做咩啊？佢話冇。呢個時候你就會好嬲，着晒火。你冇啫，明明見你有嘢都話冇嘢，冇咩都收埋啦。你火都嚟埋，覺得佢冷暴力。佢其實心跳加速，只係想世界快啲靜落嚟。呢一個就係最典型嘅死亡螺旋。講到尾，問題根本唔係你哋唔愛大家，而係雙方都冇真正了解過大家嘅溝通模式同內心諗法，結果不知不覺間跌入呢一個死胡同，係咁 keep 住 loop。針對呢一個溝通問題，有3個改善方法。第一，暫停協議。當感受到一個爆發點，最有效嘅方法唔係繼續追問，而係雙方事先約定一個暫停嘅信號。例如，當逃避者感到窒息，佢可以話：我覺得我而家需要20分鐘嘅冷靜，我哋之後再傾啊。呢一個有3個重點。第一，有時間限制，唔係無了期逃避。第二，有承諾，唔係唔想去傾，只係需要冷靜一下。第三，有尊重，俾對方空間喘息。而追逐者聽到呢一句，焦慮感會大幅下跌，因為佢知道對方唔係消失，係暫停。第二，改變語言模式，唔好再指責，唔好話你點解成日都唔理我。越係指責，逃避者越係越縮。你可以試下話：你唔出聲嘅時候，我真係好擔心，唔知你有冇咩事。前面嗰一句係一個攻擊，後邊嗰一句係一個脆弱嘅表現。逃避者對攻擊嘅反應係更加縮，但係對脆弱嘅反應係會願意打開心窗。第三，低刺激嘅溝通模式，唔係面對面，係肩並肩。心理學研究發現，男性通常都係逃避者，喺面對面嘅直接對話下，壓力荷爾蒙會大幅上升，令到佢更加難以開口。如果可以係肩並肩嘅情景，例如一齊行路，男性會更加容易開口。所以唔好對住佢好似審犯咁問。試下星期六日一齊行超市買嘢，拖住架手推車，或者夜晚一齊洗緊碗嗰一陣，冇咗眼神接觸嘅壓迫感，你會發現個開口係容易好多㗎。講完心理學，我哋睇下八字點樣解釋呢一件事。喺八字十神入邊講到最容易玩暴力嘅，其實係印星旺嘅人。當中印星代表一個人嘅思想，當中有分正印偏印。如果一個人嘅偏印特別旺，佢諗嘢會偏向負面，而且好中意將啲心事屈埋。呢一種人嘅內心世界極度複雜，超級容易亂諗嘢。佢表面好似唔出聲，但係個內心已經係諗咗100次、10000次。即使佢有好多嘢諗，但係佢都唔會講出聲。你見佢表面係唔出聲嘅，但唔代表佢嘅腦係停咗。佢已經喺內心諗咗10000次嘅內心戲。佢之所以唔出聲，係因為佢潛意識覺得講嚟都無謂，反正你都唔會明我㗎啦。你想改變佢係極之困難，因為偏印旺嘅人係好固執。喺玄學上，唯一可以克制到印星嘅就係財星。將財星放落喺生活上，可以點做呢？
就係要揾一啲實質嘅嘢俾佢做，即係你要不停分配任務俾佢，或者逼佢做多一啲運動。總之就要將佢嘅時間填滿，唔好俾佢亂諗嘢。只要佢填滿時間，佢個腦就冇乜空間去諗一啲無謂嘅內心戲。總結一下先，今日我哋講咗冷暴力嘅根源唔係唔愛你，係逃避者唔識處理情緒衝突。心理學話你知呢一個係追逐者同逃避者之間嘅死亡螺旋作怪，而八字話你知係偏印星太旺，令佢收埋自己，有好多內心戲。要打破冷暴力唔係靠逼，喺溝通時要注意3樣嘢：暫停協議、語言感受同埋低刺激溝通。如果你而家正係面對緊感情嘅冷戰，唔知關係出現咗根本問題定係命格使然，歡迎去 IG 揾 KK 師傅做一個奇門遁甲諮詢，會幫你睇下你嘅感情格局，揾出最適合你嘅方向。記得 like 呢條片同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啦，我哋下一集見，拜拜。